的消息，叶明珠价值连城，即马用伫咧医疗科学共款真请赢。成功大学医疗中心研发纳米级的叶明珠，注入去身体了后，会伫咧挖肿瘤的附近，利用叶明珠的原理来放光。照一解电光，对咧纳米级的电火，就会当发光3点钟。医生就会当进一步来提悬追踪肿瘤的正确度。 这款白白落落的液体，就是成功大学医疗中心开发出来的纳米叶明珠。透过静脉注入去鸟鼠的体内，再搁互伊照电光，纳米粒子就会亲像叶明珠同款发光，互肿瘤看现现。S 瑞去照射这个肿瘤，那肿瘤这地方它就会发光，看到发光的位置就是肿瘤的位置。 透过叶明珠吸收光发光的原理，照一解会当发光3点钟，光会直伫有肿瘤的所在。鸟鼠身体内底蓝色的所在就是肿瘤。开发团队讲，纳米叶明珠是全世界头一个用电光刺激发光的显影剂，会当伫较深的管的组织侦测到0.2公分的肿瘤产生的信号，照发光来了解肿瘤有偌大，搁有伫倒位。照完光之后，把 X 光关掉。 它会持续发光，所以医生啊或一般的人，就可以不慌不忙去看这个截取影像，看这影像可以知道肿瘤的确实位置在哪边。对，它是一个。团队讲，纳米叶明珠应该是立体四角形的结构，会吸伫肿瘤顶的提悬肿瘤追踪的准度。预估5年内会开始做临床实验，若是有顺利，未来会当照顾到更加侪病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